咁多位老友記，大家今日食咗飯未啊？講起喺香港生活，尤其係我哋呢啲銀髮一族，真係樣樣都要計過度過。而家2026年啦，出街食個早餐，飲杯茶，喐下手都話要40幾50蚊。不過今日我要話個好消息俾大家聽，如果你仲未拎呢張25蚊愛心食肆券，咁你就真係大損失啦。呢張飛雖然話係25蚊，但背後代表嘅係一份心意，亦都係實實在在可以幫大家慳到錢嘅福利。今日我就同大家嚟個全攻略，由點樣申請，去邊度拎，到嗰8間參與計劃嘅餐廳有咩好食，一次過同大家講清講楚。記住要聽落去，因為入面有啲細節位，如果搞錯咗，分分鐘白走一趟㗎。講到呢個2026年嘅長者福利，其實政府同埋啲社福機構都係睇到而家物價加得犀利。大家諗下，以前2、3蚊有個麵包，而家去到2026年，閒閒地都要10幾蚊。所以呢個25蚊愛心食肆券計劃，正正就係針對我哋一班60歲或以上嘅老友記。無論你係啱啱夠60歲領取樂悠卡嘅新晉長者，定係已經攞咗長者卡好耐嘅老前輩，只要你符合資格，呢份福利係人人有份。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個申請資格先。喺2026年嘅規定入面，最基本嘅門檻就係你要年滿60歲，而且係持有有效嘅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如果你係持有樂悠卡嘅，咁就更加方便。因為大部分嘅系統已經同樂悠卡連埋咗。點解要強調60歲呢？因為而家好多福利都已經由65歲下調到60歲，呢個係2026年的大趨勢，希望可以照顧到更多啱啱退休嘅朋友。除咗年齡之外，其實呢個計劃係無需資產審查嘅。換句話說，不論貧富，只要你肯去登記，都可以享用到呢份愛心。不過大家要留意啦，每人每個月限攞4張，每張面值25蚊，夾埋就係100蚊啦。雖然100蚊睇落唔係好多，但如果你識得同其他優惠一齊用，例如早晨時段或者下午茶餐，嗰25蚊基本上就等於幫你請咗個餐咁滯。咁樣去邊度申請同領取呢？呢個係老友記最關心嘅問題。喺2026年，領取嘅方式變得多元化咗。最傳統嘅方法就係去返各大區嘅長者鄰舍中心或者地區康健中心。如果你屋企附近有呢啲中心，你可以帶埋你張身份證同埋樂悠卡或者長者卡去揾啲社工或者義工幫手。佢哋會幫你喺電腦登記，然後直接將嗰25蚊嘅電子券入落你張卡度，或者派發實體券俾你。如果你比較精靈，識得用智能電話，咁仲簡單，你可以透過智方便或者專門為呢個計劃整嘅手機應用程式，冚幾個掣就申請到，完全唔使排隊。我知好多老友記會驚，哎呀，我唔識用啲咩應用程式喎，點算好？唔使擔心，2026年嘅服務好人性化嘅，全港18區，每一區都有成10幾個領取點。包括一啲指定嘅郵局同埋民政事務處，甚至喺一啲大型屋邨嘅辦事處都會有專人駐守，專門幫老友記處理呢啲食肆券嘅問題。所以如果你仲未拎，真係要行出門口問下，或者問下身邊嘅後生仔，千祈唔好因為怕麻煩就放棄自己嘅權利，因為呢啲錢係社會回饋俾大家嘅。好啦，講到重點啦，究竟拎咗呢25蚊券可以去邊度食呢？今次計劃篩選咗8間非常之大眾化，而且分店周圍都有嘅餐廳，目的就係要大家行2步就食到，唔使特登坐車去。呢8間餐廳包括大家樂、大快活、美心 MX、譚仔雲南米線、譚仔三哥、吉野家、麥當勞，仲有一間係深耕社區嘅銀龍粉麵餐廳。我哋逐間嚟睇下。第一間係大家樂。大家樂喺香港真係無人不曉，佢哋喺2026年推出咗一個長者愛心餐。如果你用咗嗰25蚊券，再補少少錢，就可以食到一個好豐富嘅肉燥飯餐或者湯粉餐，仲包埋一杯熱飲。大家知啦，大家樂嘅座位夠闊，好多老友記都中意喺嗰度坐下，同朋友傾下偈，
用呢張券去嗰度食下午茶，簡直係享受。第二間就係大快活。大快活一向標榜健康，少鹽少糖，對我哋呢啲要注重健康嘅長者嚟講係最好嘅。佢哋個亞活肉醬意粉或者咖喱雞飯一直都係招牌。用咗25蚊券之後，可能你只需要俾多10幾蚊，就可以食到一個飽肚嘅午餐。大快活嘅環境通常比較光猛，睇落都精神啲。第三間美心 MX， 佢哋嘅燒味係出咗名嘅。如果你想食反碗叉燒瀨粉或者油雞飯，用呢張券就最划算。2026年嘅美心 MX 仲加強咗老友記嘅優惠，如果你喺指定時間去，除咗扣減嗰25蚊，仲有額外嘅9折，真係抵到爛。跟住要講下譚仔雲南米線同埋譚仔三哥，呢兩間雖然賣嘅嘢差唔多，但口味各有千秋。對於中意食熱辣辣嘢食嘅老友記，一碗過橋米線或者清湯米線配2件雞翼，真係好惹味。尤其係而家2026年，佢哋出咗好多適合長者嘅清淡系列，唔一定要食好辣。佢哋個番茄湯底或者皮蛋瘦肉粥，部分分店提供，都好受歡迎。用咗25蚊券，基本上你已經俾咗一半嘅錢啦。第六間係吉野家。如果你中意食牛肉飯，吉野家係首選。佢哋個牛肉汁撈飯真係可以食2大碗。對於牙力唔係咁好嘅長者，牛肉飯嘅牛肉夠薄夠腍，好容易入口。用25蚊券去買一個細牛飯或者下午茶餐，分分鐘只需補幾蚊就得，係咁多間入面最接近免費餐嘅選擇。第7間係麥當勞。可能你會問，長者都食麥當勞咩？其實2026年嘅麥當勞，除咗漢堡包，仲有好多選擇，例如熱香餅、通粉早餐，或者係 McCafe 嘅咖啡同蛋糕。如果你朝早同朋友去晨運園，用張25蚊券去食份熱香餅早餐，加杯熱濃醇鮮奶咖啡，嗰種生活態度真係好正。最後一間係銀龍粉麵餐廳，呢間係最有香港情懷嘅冰室，佢哋嘅常餐沙爹牛肉麵係幾代香港大嘅回憶。銀龍嘅伙計通常比較有人情味，見到老友記都會特別關照下。用呢張券喺銀龍食嘢，真係有一種返咗去以前嗰種倫理情懷嘅感覺。講咗咁多餐廳，大家要留意返一啲使用細節。喺2026年，呢啲券雖然好用，但通常都有時間限制。大部分餐廳都係建議喺非繁忙時間使用，例如早上11點之前，或者下午2點半之後。點解咁樣安排呢？一嚟係想老友記食得舒服啲，唔使同啲趕返工嘅後生仔擠；二嚟係餐廳喺呢啲時段通常會有更多配套優惠，可以令你將25蚊券發揮最大效用。另外，大家領取嘅時候一定要睇清個有效期。通常呢啲愛心券有效期係3個月。如果你領取咗2026年第一季嘅券，就要喺3月底之前用晒佢，唔好諗住留返嚟過年，過咗期就變咗廢紙，咁就真係蝕啦。我建議大家拎咗券之後，可以分開每個星期用一張，咁樣你每個月都可以有一餐係食得特別開心、特別豐盛嘅。仲有一點好重要，就係關於代領。好多老友記可能行動唔係咁方便，想叫仔女或者孫仔幫手領取。喺2026年，呢樣係絕對可以嘅。只要代領人帶埋你張身份證原件同埋樂悠卡，再去相關中心簽個名，就可以幫你領取。咁樣大家就唔使擔心因為腳痛或者天氣唔好而錯過咗福利啦。不過記住，領取嘅時候要核對清楚張卡入面嘅餘額或者實體券嘅數量，確保無誤先好行開。講返點解我要咁大力推介呢個福利，係因為我喺2026年見到好多老友記為咗慳嗰幾蚊，成日都係喺屋企食公仔麵或者隔夜飯。其實食得健康，食得有營養，對我哋呢個年紀真係好緊要。呢25蚊雖然唔係大錢，但佢係一個動力，鼓勵大家走出家門，去餐廳坐下，同其他人接觸下。社交生活對於預防腦退化、保持心情愉快係非常之有幫助㗎。
你想下，你攞住張券去大快活食飯，見到隔離台又係用緊同一張券嘅老友記，大家打個招呼，傾下今日邊間超市啲菜平啲，呢啲生活氣息先係最珍貴。如果你身邊有啲老友記仲係唔知有呢回事，或者佢哋覺得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你一定要解釋俾佢哋聽，呢個唔係騙局，係實實在在嘅社會福利。2026年嘅香港雖然挑戰多，但人與人之間嘅愛心係唔會變嘅。呢8間餐廳肯參與，亦都係展現緊企業社會責任。大家唔好覺得用券係一件尷尬嘅事，相反，呢個係精明生活嘅表現。我再幫大家總結一下流程。第一步，攞埋你張身份證同樂悠卡。第二步，去你嗰區嘅長者中心或者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登記。第三步，領取嗰4張25蚊券。第四步，揀定一間你想去嘅餐廳，例如大家樂或者銀龍。最後一步，開開心心去享受一餐。記住，2026年啦，生活要對自己好啲。除咗呢個25蚊券，其實2026年仲有好多長者福利，例如醫療券加碼同埋乘車優惠嘅擴展。大家平時可以多啲去長者中心行下，嗰度啲資訊通常最更新。我之後都會繼續為大家留意住呢啲好消息，一旦有新嘅福利或者優惠，我一定第一時間話俾大家聽。最後我想同大家講，錢雖然緊要，但心態更緊要。拎咗券，唔好只係諗住慳咗幾多錢，而係要諗住呢份餐係社會送俾你嘅一份禮物。食嘅時候，慢慢細味，感受下嗰份溫暖。我哋做長者嘅，辛苦咗一世，供書教學，貢獻社會，而家係時候享受下呢啲小確幸。如果你聽完我講，覺得有用嘅話，記得同你啲老友記分享，可以一齊去申請，一齊去食飯。如果你哋喺申請或者使用過程入面遇到咩問題，或者發現邊間餐廳嘅愛心餐特別好食，或者特別抵，記得留言話俾我聽。我哋大家互相照應，喺2026年過一個開開心心、飽飽淡淡嘅一年。好啦，今日嘅全攻略就講到呢度。大家聽完之後，聽日一早就去睇下領取點開咗門未？快啲去拎你嗰份福利啦！千祈唔好等，因為好嘢通常都係好快俾人領取晒㗎。祝大家餐餐食得好，身體健康，龍精虎猛。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生活好貼士，大家保重啦，拜拜。